自從上次同班 friend 食飯吹開水，話想揾啲唔同嘅活動玩下，有人就提議去黃木崗深圳體育館打保齡球，心諗吓，體育館唔係跑步游水咩？原來有保齡球打。於是上個禮拜一，我哋就膽粗粗去咗試下。一入到保齡球訓練基地，光猛乾淨，冷氣又夠勁。深圳嘅夏天冇冷氣真係會溶㗎。保齡球丘喺負一層，一行入去就聽到砰砰聲，仲有波輪轉動嘅機械聲，氣氛即刻上嚟。場地唔算超級大，但保齡球道排得整整齊齊，住上場館提供嘅保齡球鞋，對鞋底滑滑地，行起路嚟有啲唔慣，好似溜緊冰咁，搞到個個行路姿勢都怪怪地。打多幾局之後，慢慢掌握到少少技巧，原來手腕要固定，放波嗰陣要順勢向前推。試過一球完美咁啪一聲傳中舉起單手以示慶祝，嗰種滿足感真係正到難以形容。全場自己幫自己拍手，中途買咗支飲品，一路飲一路睇其他人打，睇下啲 friends 點打。整體嚟講，黃木崗體育館嘅保齡球體驗比預期中好玩，價錢合理，我哋玩咗2個半鐘，人均都唔需要1嚿水，環境舒服，設備不過不失。雖然我哋技術有限公司，但笑足全場，出咗身汗之餘，仲多咗好多搞笑回憶。下次再唔知去邊度玩，一定會再嚟過。挑戰下可唔可以打破 friend 最高分153嘅紀錄先。如果你未試過嘅，呢度真係唔錯嘅選擇，輕鬆好玩又唔會太激烈，約埋3、5知己去玩就最啱。